使徒行傳第17章，保羅和西拉繼續向前行，經過安菲波利、阿波羅尼亞，來到帖撒羅尼迦，在嗰位有猶太人嘅會堂，保羅照其平常嘅習慣入去會堂，連續3個安息日，根據聖經老人辯論，講解並證明基督的確愛受害，然後對死復活，佢講：我傳本耳道嘅兩個耶穌，就是基督。其中有道猶太人相信，就順從保羅和西拉，也有好多敬拜上帝嘅希臘人相信，奉祭嘅糧草也唔會少。總係幾道唔信嘅猶太人心內嫉妒，是一道魯蠻，夜光大趁，在上都引起泡湯，佢哋衝入耶穌嘅屋下，愛請保羅和西拉將佢哋拉去交本泡面，總係請唔到，就將耶穌和其他幾個信徒拉去見地方官，告佢哋講：佢哋擾亂天下嘅人，留下來到本城，耶穌在腳下接待佢哋違背皇帝嘅聖旨，講咗那位嘅王名安到耶穌。呢條話開眾人留地方官無格無實，地方官命令耶穌留其他嘅人寫切結書，然後增兵佢哋。天一暗，信徒就送保羅和西拉去比利亞，佢哋去到嗰位就入去猶太人嘅會堂。兩位嘅人比帖撒羅尼迦人較開明，佢哋熱心聽福音，特意研究聖經，愛對保羅所講嘅有仰慕。佢哋中間有很多猶太人相信，希臘上流社會嘅婦女，然希臘嘅男人也唔會少。總係帖撒羅尼迦嘅猶太人一聽講保羅又在比利亞傳上帝嘅道理，就去到嗰位吵鬧，煽動眾人。信徒這時就送保羅去海順，總係西拉和提摩太留在比利亞，送保羅嘅人直接送佢到雅典，然後將倒轉比利亞，佢哋帶轉保羅嘅吩咐，喊西拉和提摩太趕緊去佢嘅位同佢見面。保羅在雅典等西拉和提摩太嘅時，看到滿山嘅偶像，心肝非常艱苦。所以，佢在會堂同猶太人和敬拜上帝嘅外邦人辯論，特意也在街坊嘅廣場同所讀到嘅人辯論。有到伊別九路派、和斯多亞派嘅哲學家也來同佢辯論。有到講，也含切股都帶出墨嘅把戲，也有到講，佢將係傳外國嘅使命。佢哋按樣講。係因為保羅傳耶穌老其復活嘅福音，佢哋就帶保羅到亞略巴古嘅議會去講，我哋做得對你所講嘅神道理麼？有道事情，我哋聽起來感覺真奇怪，上海地到底係乜嘅意思？原來雅典人老所有來喺在幾位嘅外國人，全部親口歸日講新聞同消息。保羅企在亞略巴古議會中講：雅典人啊，我看你哋各樣事都顯出對宗教嘅熱忱。我在上都四圍行來行去，看你哋拜神嘅所在，發現有一座祭壇，當個確定獻本唔識嘅神。你哋所敬拜唔識嘅神，我哋下愛講本你哋啲，佢係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嘅上帝。佢既然係天地嘅主，就唔係在人數所起嘅廟，也無需要人用馬嘅來侍奉佢。反轉係佢自家將生命、空氣、和萬物賜本人類。佢對一個人創出萬錯，使佢哋分散喺在全體，有一天佢哋嘅人限，然所喺嘅體界，佢按樣做係愛佢哋尋上帝。或者就會對安陽來體驗到佢。其實上帝同我哋每一個人離無幾遠。有人講，我哋嘅神法
行通、生存，全部在佢嘅手中。又像耳朵當中某一個詩人講嘅，我哋也係佢嘅子女。既然我哋係上帝嘅子女，我哋就冇應該留到上帝嘅神性。像人用手藝、留心思所刻嘅金元，也係石頭偶像。當人類懵懂無知識嘅時，上帝並唔愛追究，總係列下佢命令全人類愛離開邪惡嘅路，歸向佢，因為佢已經天意咧，愛通過佢所設立嘅一個人，用公義來審判全世界。佢使兩個人對死復活，就是將證據本全人類看。聽到保羅講起死人復活嘅事，有啲人就笑佢，也有啲人講，我都希望再聽你講兩件事。所以保羅離開議會，有啲人順從佢，上做信徒，其中有阿略巴古嘅義人丟尼修，又有一個名安到太瑪里嘅婦人家，另外還有一啲人